全港首個網上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HKIPEX 誕生之後，踏出咗本地知識產業嘅第一步。知識產權處處長張錦輝表示，歡迎有公司睇準產權貿易市場嘅潛力嚟做發展，並且希望將來會有更加多嘅平台，令到香港產權貿易能夠整體發展。呢啲咁嘅知識產權交易嘅平台呢，係佢哋嘅成立係因為佢哋覺得話政府呢個咁嘅嘅推介呢，咦，似乎都幾唔錯喎！即係佢哋覺得真係有咁嘅潛質，有咁嘅素質，佢哋先會自己投資錢啊時間落去搞㗎啦，係咪？咁喺呢一樣嘢呢，係唔單止一個、兩個、三個，喂，仲有第四個。點解啲嘢嚇？如果係咁得人驚啊！如果冇潛質嘅嘢啊，點解嚟完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呢？梗係大家都覺得呢個趨勢係個趨勢喺度，即係希望呢，大家即係你都喺飲頭啖湯啦，係咪啊？咁又攞咗個 first mover 嘅 advantage 啦。咁所以我諗最緊要係點樣樣呢？即係大家呢啲咁嘅知識產權貿易嘅平台呢，佢哋都覺得大家個目標一樣，佢哋都有一個角色去扮演。咁對於呢個知識產權貿易平台整體嘅產權貿易呢個整體嘅發展嚟講呢，你唔係話一間做晒嘅。如果我哋講國際嘅知識產權貿易嚇，喺香港度做1、2、3、4個平台，算得係啲乜嘢？係嘛？我哋應該係仲有好多添，百花齊放咁樣，有個氣氛就更加好。對於有別於傳統面對面交易嘅網上交易平台，處長覺得有助中小企穩步發展。咁如果透過呢個網上嘅知識產權貿易平台會點呢？整到啲中小企個人本來呢就冇一個咁嘅議價嘅能力，可以透過呢個網上嘅知識產權貿易平台呢，就走去呢，可以係將佢哋嘅有限嘅資源、有限嘅能力都可以令到有個市場呢去進行貿易。公共各個政策嘅考慮嚟講，就係一個即係平起平坐，因為英文所謂嘅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即係唔係你大就你可以有壟斷。喂，我中小嘅，我細嘅，我個人嘅，咁因為有呢個咁嘅公開透明嘅知識產權貿易平台呢，我都有機會去發展去俾呢個市場知道。